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雪櫃、焗爐同爐頭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4至6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邊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大圍針山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睡房放完床之外，右手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翠綠嘅針山景觀。呢個放完雙人床，右手邊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呢個工作平台對住係翠綠嘅針山。